香港特能同軍組成立於1956年。特能同軍組以青蛙為徽號，是因為它是勇敢堅毅的象徵，並抱着堅強的意志面對艱苦的困難。從前有兩隻青蛙，有一日佢哋唔小心跌倒落一桶牛油裏面，佢哋係咁嗌救命，但係冇人嚟救佢哋，但係佢哋仍然不停掙扎同埋大叫。其中一隻青蛙好沮喪，放棄咗掙扎，就浸死咗呀。另外一隻叫阿冠個青蛙，佢冇放棄，仍然繼續大叫，繼續喐同埋求救。阿冠意志堅定，決心奮鬥到底。過咗一段時間，牛油慢慢變乾變硬，凝固咗呀，阿冠就可以企喺牛油上邊，俾人救咗呀。